至凌晨2點幾，自行將中信大廈出邊龍匯道上部分鐵馬拆除，移到政府總部東翼對外嘅添美道同埋行人天橋下面，同其他鐵馬擺埋一齊，再用膠索帶將鐵馬綁起。尋晚喺中信大廈對外嘅行人路上面，仲有10幾個帳篷。有佔領人士話：喺執達利嚟之前，唔會移走帳篷，會留到最後一刻。如果係即係法庭嘅判決，執達利嚟做，佢咪逐件同我清冇問題。但係如果係執達利冇做嘢，而警察掂咗先嘅話咧，我覺得成件事就會係唔同晒啦。學聯話會向喺中信大廈附近嘅佔領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我哋都希望警方係先讓呢個執達主任去執行咗職務先咯。咁當然啦，我哋同呢個佔領者亦都傾過，佢哋有機會係可能觸犯呢個刑事民事法庭罪啦。咁所以呢方面我哋亦都提供咗啲法律嘅意見俾佢哋去參考嘅。消息話，中信大廈業主傾向先派大廈職員清除障礙物，如果唔成功，會再尋求執達利協助。警方尋晚發新聞稿，話今日會喺中信大廈協助執達主任執行臨時禁制令，強調執達主任得到法庭授權執行法庭命令。任何人嘅行為如果構成阻撓，會干犯刑事藐視法庭罪。又話如果任何人阻撓或者使用暴力衝擊執達主任執行任務，警方一定會果斷執法。呼籲非法霸佔道路嘅人盡快移除障礙物同埋帶走私人物品，停止佔據道路。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陳良君依家就喺中信大廈外啊！早晨，陳良君，有跡象清場行動啦，開始未啊？早晨啊，周嘉怡，由7點鐘啦到而家7點半過咗啦。咁暫時咧都未見到任何相關嘅人咧係嚟到中信大廈外邊呢一度咧，就係打算進行呢一個嘅清除障礙物嘅行動。嗱，早前咧就有提過啦，就係消息話咧，中信大廈嘅業主咧都係打算咧先由咧佢哋嘅職員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嘅清除行動。咁但係咧現場咧除咗停車場保安就喺度之外咧，都未見有其他職員。至於警方方面咧，亦都係暫時咧就未嚟到。咁現場咧喺中信大廈外邊停車場呢個位置咧，其實咧仲有少量嘅鐵馬咧就係留咗喺度。咁相信啦去到較陣間晏少少嘅時間啦，有個執達主任嚟到現場啦，咁進行呢一個嘅清除障礙物嘅行動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就係會係其中一個範圍咧，就係會進行佢哋嘅行動。咁到時咧，警方其實都講過啦，若果有任何阻撓嘅話咧，都會咧就係協助翻啦執達主任咧就係進行嗰個清除障礙物嘅行動。咁我哋咧都會喺現場跟進住最新嘅情況㗎，交翻俾你啊。好，唔該。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話：法院嘅命令未受到尊重，削弱咗法治。